那这个孩子有可能是我的。麦克，你刚才说你那么爱他，怎么就不能对他全心全意呢？我告诉你，你听着，我的心有2部分。我生的就是这个样子，就跟我有2个胳膊2个腿一样。但是我这心，我能给的一半，我全都给冬眠了。我明白了。那麦克，我也告诉你，你既然就给了他一半，我会把我全部的爱，全都给他。那个，我是想说，昨天晚上凭我的记忆来说吧，咱俩应该是没有。啊，你看你昨天晚上喝了那么多，今天早上这么早起来上班，我给你熬的醒酒茶，你喝了以后能舒服点。你先说吧。你先说，你先说。我就是想说，昨天的事儿，别往心里去啊。其实这也是我想跟你说的。我觉得昨天晚上不管咱们到底发生还是没发生那样的关系，我都希望咱们能做回以前那样的朋友，因为我觉得以前那样是最好的。当然，如果我们真的哪样的话，我也会负责任的。哎，多大点事儿？就是，多大点事儿。